来1661年12月12拜日吼，早起有日头吼，早起是有出日的良好天气吼，微风对北方吹来，还阁有一只砧板对即个市镇载约40个无武装的城仔人来北山尾线洲的东角来上岸。阮因吼，对因发射一粒炮弹，但是无拍着吼。对此，因对即个市镇犯行击2发炮弹。下晡，尊贵的福尔摩沙议会召开会议，会中决定要对阮已经真欠课的即个杜俊门当中，即个储存，即个是读杜吗？查一个，杜甲图拢会使吼。要对阮已经真欠课的即个杜俊门当中，伊是写匮乏啦吼，即个匮我来看卖。愧是贵或者是位吼。本来即字是，等于是啥物倒贵啦、钱贵啦吼，迄种本字就是贵吼。对面的拄啊吼，所以对面的拄啊。另外但是嘛是伊的意思啦，我甲伊的解说，贵对面的拄，大骹箱了。无啦，欠客，倒贵钱贵吼，这是家己店收的啦吼。所以欠客吼，欠贵嘛是会使读贵，读位拢会使吼。贵甲位，要对阮已经贵发，当然代表是无安尼讲啦，这是直接公主杯就安尼读啦吼。要对阮已经贵发的杜俊门当中，设法为东伯和甲瑞能后来装备丧失去的装备，以便因会当尽量较紧定去因既定的行程吼。今仔日有3只航船对鹿耳门的港湾呢吼，来即个北线尾的西南角附近。来增援已经停伫遐的5只航船，所以这应该拢是指新仔人的船吼。所以现在和以前相像吼，因伫遐又阁有8只航船咯吼。之前讲迄边的啦，12月13，拜二天气还阁和昨昏相像，阮已经互即个东伯号甲瑞能号装备好。即个订吼，互因会当装备得到，会当转去订回因的即个航程。为着迄寡，即个啥毛把，伊是啥物意思啊？毋知订的啥物部位啦吼，还阁爱甲即个Origin 先生伫咧。顶站城堡迄个徛家的娘木，甲拆落来运用吼。阮用指令命令因爱尽量挖滚片湖含迄寡陆地，爱挖滚到会当看到其他迄3只船是毋是停伫遐。如果伫片湖迄甲位啊拢看袂到，就爱去到英灵的海湾呢，到英灵市的头前。如果还看袂到迄寡船只，就要请第一只船队陆上派来的船转告当地的长官讲，恁上述迄5只船伫本国个3号要去因遐，因为暴风雨伫咧片湖上互相来飘散去。现在掠准讲伫厝地会当找到其他迄寡船，结果因本来派5只船。要去讨救兵，结果拄着暴风，才规个拢散去就对了吼。看起来是即个意思。
所以伊要派另外2只船去找因啦吼，尽量较紧，比如讲去，伊就拄来讲去平湖啦找尾，就直接去英灵吼。现在李亚春讲伫厝地当找到迄寡其他迄寡船，并且要该省长请求，为着要听候其他迄寡船，互恁踮咧遐停留几工，并且爱随甲因讲，伫咧其他迄寡船顶的阮的秘书脑部有提阮要叫靖南王阁下、甲礼部院阁下以及其他省长阁下的批甲礼物，并且爱甲伊讲，司令官靠阁下奉命率领5只船，要去协助塔坦的臣民，全力攻打阮共同的敌人。塔坦是大清啦吼，元清啦吼，也爱甲因讲，阮伫咧厝地逐工咧射击即个敌人，建造新的工事，无用你要治伊以死地吼，要互死啦吼。袂使互吴方的人，任何人去岐山，除非该省长坚持爱吴方派人去伊遐。伫即个情况之下，只敢会当派东报复号的普记员甲剃头师傅去。我即篇自头到尾毋知你写啥，我毋知写即寡到底目的是啥。比如讲，伫遮派剃头师傅去是要创啥？但是有时仔人炸物件来船顶卖，就要注意，确实要付钱，以防不愉快的代志发生。伊嘛无规则啊吼，真正毋知咧变啥。如果伫遐吼等5工，还看袂到上述迄寡船只吼，若是天气适合航行，就要对遐转来遮，并且爱提前通知当地的迄位省长，并且问伊讲，看伊是毋是要寄互阮的批。最后命令因讲，若是伫咧英灵海湾里有，或者是其他的外面拄到敌人的船只，看到有机会，就要勇敢去攻击，并且制服因。任何时阵拢要保持警戒，以防被突袭啦吼。阮交100两运订，互因早去为着即寡船来买新鲜的食物，即寡钱安怎使用，拢要清楚记晓，早转来互阮看。阮利用即个机会，也写一张简短的批寄去互司令官靠阁下，内容只有关系着上述迄寡船只飘散的代志，以及处地敌人的状况，和以前共款无变化的代志，安尼尔。这2只船伫咧中岛就伫咧开始海水咧淹的时阵呢，航去即个停船的所在，就5只线去，即嘛要搁派2只出去吼。要暗嘛就伫咧VUL 顶回有规则讲，意思是危险之岛吼，应该是北平迄个大石区啦吼。所以这2只船就航入停船处，要暗嘛伫咧即个大石区遐停船吼。12月14号拜三。早起天气乌阴吼，阮看见东宝甲瑞能号这2只船吼，要去找迄5只吼，还佫伫昨停船的所在9点的时阵，可敬的法务机会召开会议。今日上午有2只篷船对北方落来，经由龙眼门港道去赤坎头前停船。接近中岛的时阵，东宝号甲瑞能号又佫升起船篷，流啊前进。阮看到敌人甲即个市镇大部分的厝拢拆平，也看到赤坎真侪所在哩，大火吼，一下燃烧了吼。下晡，福尔摩沙议会召开会议，会中决定要修订7月18号关系到会当离开即个城堡的迄项决议，并且来该公布。要暗嘛风对北方强烈吹来，迄时东宝号和雷能号又搁去迄个危险之岛吼，去停船，就是北方的大石区啦吼。
12月15号拜四，早起又阁是温和的天气，阮写一张简短的批寄去互副司令官，该讲爱甲现在停伫即个停船处的船，安尼来刷位置，就是迄只 Hassel 号爱往南刷东，迄只 Nelden 号爱往上北边刷去，并且爱移命令迄寡船长，拢爱真谨慎留伫咧船顶，尤其是暗时爱特别警戒，并且爱伊派10个到12个炮手来起伞吼，因为阮有即个需要等等。因暗3个阮的士兵趁着暗暝啊去埋伏伫咧迄个工棚处附近啊，工棚啦吼，较早咱有读过即个所在吼，起一个棚啊咧放物件啦吼，想要去看讲敢会当掠着敌人的哨兵，因也毋知影是毋是已经被发现吼，敌人就已经伫因吼发射数支箭，也用火炮来射击因，射伤了因当中的一个人，但是无严重。我先搁秀一下地图吼，因为咱有一寡朋友最近才参与啊，无看地图，可能毋知影毋知影伊即马咧讲迄个位置啦吼，你爱小可有迄个位置，你才看位你讲啥吼？我要安怎查呢？台湾起点吼，驻台湾起点。好，来这张，我先看卖啊，北平。哦，这是石门国校台湾市定考古发掘的这个现场啦，这砖啊，搁死死角角。好来，哟，这为什么无？好，我看伊可能挑工的吼，伊规个甲颠倒掉过来吼，因为咱即嘛惯势讲北平伫顶面嘛吼。北平、南平，怪怪，敢若毋是安尼才对吼。北平应该是伫咧正手边吼，我看有即个方位的伫倒位？拢无。好，无袂要紧啦吼，咱安尼看一下吼，先看即张好了吼。无够大张。好，安尼看吼。即马这地图是安尼，台湾算摊划的啦吼。北平伫你倒手边，正手边是南边吼。啊，这是连家城边仔即只有一个台湾市定吼，所以你就会看得出讲台湾市定含即个连家城堡即个关系吼。过来，咱来看，看即张啦吼，应该看即张才对吼。好，来即张吼，安尼看会出来吼。倒手边是北边，正手边是南边吼。拄则袂记讲，东边就是即个内海，搁去迄边是东边是，所以即个赤坎楼就是普罗宾西亚城吼，是伫即个你即马看画面的上顶悬遐吼。OK， 所以台湾市定含即个连城堡的即个位置，差不多是安尼啦吼，即个关系是安尼。
应该去看即个大图，或者即张我即年看即张图，感觉即张图有够水的吼。哦，这是连掠社堡嘛吼，这才是台湾市镇。即马你远远看，即边有即个绿地，即就是迄个什么赤坎楼啦吼，就是绿地就对啦吼。即马你看会到，啊，这只一个画绿吼，接对即个绿地去吼，即个线洲啦吼。啊，北山堡就是即只一个港岛，搁倒手边搁较北边，即只是北山堡吼，一个线洲啦吼。OK。我即个要讲的是讲，即个台湾市镇吼，其实已经是互即个郑成功因占去啊吼。荷兰人拢居伫咧即个城堡内底，城堡到边啊北边毋是北边，即是我东边即只还有另外一个城堡叫做有德的基调堡吼。哦，伫遮吼，应该是即个吼，即个就是有德的基调堡吼。但是我印象中那是伫咧即个城的边啊。哦 ，OK。啊是，即个是海堡，我真若有啥会记，不要紧，这无重要啦吼。问题就是讲，你即马爱理解，郑成功因占伫咧即个台湾市镇遮，啊含即个荷兰人因伫咧连掠城堡即只定来拍来拍去吼，三不五时就拍一发啦安尼吼，拍一两发啦安尼啊。有时即中有一寡所在吼，有时咱会读着吼，比如讲，即只是一个什物假刑场，啊，搁一间病院吼，病院即是市病院是伫咧较活即个内海即边啦吼。OK， 啊，搁有啥物羊寮，但是我毋知羊寮伫倒位吼，又讲羊寮拿豆园第二市场吼，即因为我拢无看又飘出来，所以我嘛毋知迄是伫倒位吼。OK。咱转来日志遮吼，继续来看吼。所以你即马看讲，因南有阮的3个士兵，趁着暗暝啊去埋伏伫迄个公墓厝里底，就伫咧台湾市镇内底。当然咱毋知伫倒位啦吼，因为无迄地图无详细到即个程度吼。反正就伫咧台湾市镇遐吼。啊，所以阮因南派3个士兵，趁暗暝啊要去摸扫就对啦。去即个台湾市镇遐，想要去看看，较袂当掠着敌人的哨兵。因也毋知影是毋是有被发现吼，敌人就已经因来发射数几啊支箭吼，也用火炮来射击因吼，射着伤因当中的一个人，因要去摸扫，结果3个人去摸扫，结果一个向受伤吼，但是无严重。好，安尼咱会当继续讨论吼。12月16拜5。早起天气非常的寒冷，10点的时阵，东北河含瑞恩河又搁升起船旁起航咯吼。我看地图吼，一张可能爱另外即张吼，即张较粗啦吼。安尼即张无法度放较大，放较大张诶，台江地图，哇，水啦吼！好，来，这只是连掠城堡，这是台湾市镇吼，啊，这是北山堡。北山堡嘛是郑成功因即马占去吼。郑成功因对即个北港岛，即叫做鹿耳门的港岛吼，所以迄当阵大港内海2个港岛，北边是较矮，这是大港，这是叫做鹿耳门的港岛，南边的港岛就是荷兰人因即嘛原来是靠即只吼，有时会靠即只船的礼拜吼。啊，荷兰人因伫毋是外海，伫咧即个台湾海峡即边吼，有2位因定来咧停船的所在，一边是北边的停船处，差不多伫咧。即个北山堡的附近啊，我无介清楚是伫咧即个港岛的北边还是南边，反正北山堡即边。另外即边就是伫咧南边的停船的港岛，停船处吼，因个北边停船处，或者是大石区，或是南边的停船处吼。啊，好，咱转来即个日志遮看吼，等下我来看一下即个。
主要即个网站真水，伊敢若即张尔。我即马看迄荷兰时代即地图吼，我就足有兴趣诶，因为咱即熟诶嘛，我读啊足熟诶，就小想要知影讲我读着所在有啥物所在，较早伊无飘着即只有飘出来无，写出来无安尼。哇！即个网站足侪图，好啦，即个网站我再打出来，有兴趣再家己来看。我看看即个网站叫做啥物？这个是啥物嘛？台湾回忆探险图 ，OK， 台湾回忆探险图啦吼。啥物人帮我写者吼？就是即个网站是安尼，叫做台湾回忆探险团，歹势毋是图吼，台湾回忆探险团吼。伊内底有一寡荷兰的啥物各种图啦吼。好，咱转来日志遮吼，继续看咧吼。12月16号拜五早起，天气非常的寒冷。10点的时阵，东北和 Rainen 号这两只船吼，伫咧即个台湾海峡这边的停船处，应该是南边的停船处，因为北边已经去互地形港迄边的船占去啊吼。东部和甲瑞呢，又搁升起船棚起航，中岛过了无偌久，因要去找迄5只船吼。中岛过后无偌久，停伫咧即个停船处吼，一定你写停船泊船处吼，就是我拄则讲的南北两个所在吼。停伫咧即只迄寡船只吼，像昨昏所落的即个所下的即个命令烧伤吼，已经煞位啊。着人停伫咧即个港湾里的迄寡篷船当中的3只，下晡离开，2只是往北航出阮的世界，另外1只是经由鹿耳门去停伫咧赤坎头前吼。赤坎就是迄个内海内底，迄个内海，迄个对岸迄边就是赤坎吼。因为咱咧图拢无飘啦吼，所以看袂到。所以你若要看，就爱用现代地图去看吼。现代地图，遮吼，安平，安平区嘛吼，你即嘛啥物叫做啥？你啥物？迄个我煞袂记个啥？我拢讲你俩写报，结果即马因叫做啥一个啥物名我都袂记。安平古堡啦吼，你所以就是伫遮嘛吼，就是较早即个俩城市镇甲俩城甲台湾市镇就是伫即个位啊嘛吼。啊，赤坎伫倒位？赤坎伫遮，你看赤坎楼伫遮吼。安尼走偌远啊？中就是一片拢内海吼，即马是看诶真闹热闹，规片拢其实较早是拢内海吼，迄是海。偌远咧，走偌远来，我甲量一下。哇，我这是算英尺尔，英尺2公分半，1000英尺，差不多28公分，28公分，11,200英尺，一英尺差不多是30公分哟，0.3公尺就对了吼。差不多3公里哈，3.3公里啦，或者3公里半哈。这内海吼，对台湾市镇对这个两俩城到这个赤坎楼，这叫做3公里半。这个内海差不多这么宽对了吼。
啊，伫个即个赤坎即只呢，因停船迄个所在呢，即嘛毋是停船啊。一般吼，因会讲啥物河寮港吼，河寮港可能是较早拢停伫遮啦吼。河寮港，即嘛河寮港佫找着地图，佫找着即个所在吼，河寮港遗址吼。我即嘛互你看一下即个吼。你看河寮港有采一支石碑写河寮港遗址吼，所以你若有兴趣，以后当去查一下即个所在吼，去即只所在看一下吼。即个较早，你著徛踮遮听我就是讲较早因船就是拢停伫遮啦吼。河寮港遗址，河寮港是伫即嘛民族路离单到这个咱业伫个即个公园路到中义路中间，即只是一间即个饭店啦吼。河寮港遗址的饭店，叫做台南永兴金金香酒店吼，郁金香酒店吼。台南永兴金香酒店吼。即个郁金香我查一下吼。我学白念啦，其实我嘛毋知这是安怎念吼。郁金香，或者是郁金香吼，郁金香。好啦，咱倒来饲好学白读。讲10点的时阵 ，Donberg 号甲瑞能号两只船升起船旁起航，中途过了无偌久，停伫个停船处的迄寡船只，就像昨昏所下命令，和所下命令相款，安尼吼已经煞位啊。就恁停伫个迄个港湾里，迄3只篷船当中的3只，下晡离开2只了，白航出阮的世界，另外1只经由鹿耳门去停伫个赤坎头前吼。赤坎头前是毋是河寮港？因为我看河寮港离赤坎路佫1节路吼。好，这拄则读过，咱对遮佫开始吼。中士 Hans Julia Ready， 等下来小解即个人吼。今仔日下晡8啉酒醉，要暗嘛困醒起床了后呢，暗头仔才困醒起床吼，就甲伊的枪吼。看伫即个金架头，对伊的同伴讲：“去准备烧水，我要来炒新鲜的肉。”吼，迄个同伴掠做伊要去海边啊，要去大鸟拍鸟吼，所以就对伊讲：“好，来加拍几只转来吼。”然后即个中士就讲一声再会吼，再见，就行出城堡，沿着海边啊拿豆园行去吼，海边啊拿豆园行去吼。然后煞食真苦，羊条去投靠敌人吼，所以咱来看方向上就知影讲，城堡到即个台湾市镇吼，会经过拿豆园是海边仔吼，拿豆园过来是羊条吼，羊条咱定下读着，但是咱毋知倒位吼。台湾市镇内底有一个羊条的款吼，好，所以走去即个吼投奔自由，毋是走去即个投匪吼。渡口飞，即个阿强啊吼，伫去到第2渔场的附近的吼，咱定来读第2渔场吼。讲伊去到第2渔场的附近的以前，阮无发觉伊要去投靠敌人，所以第2渔场离即个台湾市镇应该佫一节啦吼。其实袂讲介远啊吼，当然即嘛无古早图无迄个比例笑单好看啦吼，所以无介理解是超偌远。这真正无法度啦吼。拄则讲迄个什么国小啊，我查一下吼，毋知佫看会着，我可能找袂着啊。拄则迄个有迄个网站讲看着学着即个古早台湾市镇的即个
位阶，结果毋知什么石门国校哟。我对来看伊讲石门国校，附近到石门国校来，我查者吼。有台南安平区天惠里安平路遮有石门国校，伫倒位啊？遮。哇！结果石门国校已经伫咧即个运河的北边啊啦吼，较早应该是连做伙才对啦吼。好，咱就当做即边是台湾市镇啊，即边安平古堡即只，安平古堡伫倒位啊？安平古堡伫遮哟。安平古堡。哦，歹势啦，我安平区安平古堡伫遮，啊，石门国校伫遮，较东边。OK， 所以好啦吼，我发现我拄则讲毋知是古地图位的方位无毋对，还是安怎吼？怪怪，好，台湾市镇伫遮，安平古堡即只就是较早咱野城的位置吼，离远啊，离差不多200英尺，安尼是200英尺，1600英尺哦。我数较歹，歹势。1600英尺，1英尺0.3公尺。480公尺，才500公尺，半公里尔。就是咱掠城堡甲台湾市镇哦，差不多距离是500公尺呢吼。啊，这500公尺呢？拄则来讲，伊安尼行过去吼，会经过咱定定读着的吼，南投园，经过即个第二渔场吼，啊，过来才是台湾市镇吼。讲起咧，伊沿着海边啊，南投园行去，然后就真苦羊条去投靠敌人咯。伫去到第二渔场的附近以前，歹势，我食一下这个。话遮谈，伫去到第二渔场附近以前吼，阮无发现讲伊是要去投靠敌人。等到发现的时阵呢，虽然讲还阁派阮几啊骑兵去约伊，但是已经约袂着哈。暗时啊。哦，即个食漂片吼，要去投靠进前个穿个歹，啊穿个夹啊个看着肩胛头吼，大方行出去，佮讲我要来找一寡新鲜的食肉，好。暗时啊，也是共款的天气，东北府甲瑞伦号已经驶出阮的世界，顽强地保庇因平安到因所要去的海港。好，咱来小解即拄则即个中士吼，即个去捣毁即个中士，叫做 Hans Julian Radius 吼，是来自 Stuttgart， 毋知啥物所在。伫1661年12月16号，倒去投靠敌人。伊随被国姓爷重用，升任大官。根据规伊的讲法，伊和越南野城堡的含乐有真大的关系。哇哦，这代志大条吼！因为伊甲该城堡真致命的防卫弱点的情报，甲围攻城堡的其他人讲。对此，伊安尼讲。
有着类似碉堡的陷落，就是热那亚城堡被攻陷的致命关键。OK， 所以这颗吼，Hans Julian Radice 吼，进前有走去投靠的，若是即个吼，进前个两个啊3个嘛吼，拢无讲到遮严重，就是即个上严重吼。当然，这毋是日志讲的吼，这是会对即个注脚所写啊，讲即个规的讲法是安尼。我相信这是规伫后来伊所写迄个比即个什么维吾的即个福尔摩沙迄本书顶头来咧讲的吼。我迄本书我伫手头顶，我伫还未看了，还未开始看啊。好，12月17号。拜六透早大忙，平静无风。我看一下时间，9点43分。阮依照过去即个拜三的决议，要甲迄个告示修订了后，要甲伊宣布，并且伫各处来打出来。下晡尊贵福尔摩沙议会召开会议，毋知咧决议啥吼无写吼，伊有即个物件编好啦，甲你去献吼。尊贵福尔摩沙议会召开会议下晡啦吼，会中决定会当对阮的决议了看着吼。下晡4点的时阵，快艇 Anchorville 号来即个停船处停船。即只船是伫咧偏乌的 Stinklefin Island 和 Zeus 号甲 Huland 号飘线转来的。所以即 Anchorville 是迄5只其中一只吼。和 Renan 号甲东部号相像吼，即只船的艇和索瓦拢长里送失去。暗时啊，天气良好。12月18号礼拜日，早起做即个风真透的日子吼，风真透的天气啦吼。即个市镇的敌人真早就已经轻敌武装吼。伫即个市镇的各处也飘扬真侪旗帜，约落伫咧中岛，迄只快艇 Anchorville 号的小船要来入港的时阵，伫咧即个港岛呢，被海影杀往南边吼，飘走一段路程。但是如果回头转来，所有的人拢平安无事，感谢上帝。即时有2只篷船对北边的海上落来，经由鹿耳门去赤坎头前停船。也举行安息礼拜，敬拜上帝。要暗开始打真高的梦，各方远的所在拢看袂到，也对北方透来强风。12月19拜日，12月完了拢记啊倒啊吼，我拢读来遮紧的吼。我的嘴啊，遮。12月19拜日吼，早起个变成平静无风的好良好天气。早起透早，阮逃走的迄寡可恶的人，就对即个市镇来阮闲话吼，讲个你心情迄个闲话吼。本国因来讲本国个16号就是16号3工前吼。就去因遐迄个可恶的 Hans Julian Radice 已经被任命做大官咯，抑阁用真侪可憎的垃圾话骂人吼，真可恶的垃圾话。咱之前有一道有写啦吼，垃圾话写啥吼，咱拢有看过吼。我袂记啊，但是真正是无，真正是足粗的话吼。今仔日，阮甲2门上重的大炮，对起伫咧海边啊，迄个新仔色的迄种防御工事搬运出来，摕去咧采伫咧荷兰迪亚领堡甲 Gelderland 的领堡。我毋知这2个领堡是倒位啦吼，反正就是迄个，来咱看一下这个地图吼，这个吼，这大约我看会出来吼。哎哟，这个地图袂歹呢。好，无法度记哦。好，领堡就是，
拄则有法度放大，即嘛无度。灵宝就是即种角的即个所在嘛吼，即个灵宝啊，伊是菜伊每一个灵宝有一个名啦，我已经无去甲记讲对一个宝叫做啥物名吼。好啊，所以呢，就是即个两个灵宝，其中两个角的所在啦吼，伫遐采两门大炮吼。三队呢对炸两门较细炮去踩伫上述迄个防御工事呢吼。迄个防御工事是去伫海边啊吼。本来内底踩两门大炮，结果对迄两门大炮刷出来踩伫灵宝，啊，佮选两门较细门的炮入去吼。下晡尊贵的长官阁下由 Hartwell 阁下和队长 Eldorp 先生陪伴。出去巡视有伫个基调堡的驻军，甲上述迄个新仔色的防御工事的驻军，伫个要暗嘛转来即个城堡里。有伫个基调堡是伫个即个位啊啦吼，伫个即个城堡的即边吼，外内海即边啦吼。啊，因为另外即张图就挡伫围条的嘛，看袂出来。我伫咧想讲是毋是？但是应该毋是这啦吼。咱过来看其他的图，看阁有法度看到其他的图。台湾市镇，我即马改做掠城堡。可惜即个，好来，即张吼，即张就看会到吼。第七是病院，第五是有伫个基调堡，所以无毋对吼。伫个即个就有伫个基调堡，这是病院吼，啊，这是第六是刑场吼，即只是绞刑台啦吼，加入刑场。第八是铁枪即个。工坊吼，就是你做工的一个所在。第九是市场，第10是墓地吼，咱进前拢有写读着。第11就是市政厅，12是税务所。即张就袂歹啦吼，飘足侪所在出来吼。啊，即两三是呢，外保长官公署吼。第4教堂吼，好 ，OK， 好，所以你即马知影有伫个几条堡是即只即位吼，拄只即张，即张这有伫个几条堡，好 ，OK， 暗时啊，天气和顶面所讲的相像吼。过来12月20拜二，早起也是好天，上午一个水手拍伫即个城堡东边的城墙，你观看即个市镇的时阵，城堡东边啦吼，城堡东边就是内海迄边啦吼。结果伫遐呢，被一粒对即个市镇所弹来即个步枪的烟弹，落过伊的倒手吼。射过伊的倒手，落过伊的倒手，并且射伤伊的正边的胸坎。哇，安尼咁的话，好，咱继续看咧。下晡，尊贵的佛罗摩萨议会召开会议，开会以后无偌久，
也甲军事会议的成员调来同齐开会，会中一直决定，搁再来的暗暝啊，就是阴暗嘛吼，要秘密由队长 Aldorp 先生带领迄只小便队船 Devink 号起一条清水溪，伊对遐上色吼，看是毋是会当用18个到20个士兵去袭击来掠着敌人。暗时啊，又搁开始伫透风。清水溪是对一条溪，我袂记啊。吼，咱之前敢若有读过啦，我袂记啊。敢若是北平一条的款，应该毋是专门溪哩。咸水溪应该毋是啊，因为较早即只是内海吼，毋知吼。清水溪到底是倒位吼？好，来继续读咧。12月21号拜三，早起大蒙的天气，约落中昼的时阵，看见上水迄只小便队船 Devink 号，也搁停伫迄条清水溪。所以你看，对于即个《日兰城堡》看会到清水溪哦吼，毋知是倒位，袂讲介远啦吼。下晡先去船旁启航，要暗嘛去洋条附近停船吼。风甲天气如同以前吼。12月22拜四，规工透北风，要暗嘛才流啊减弱。上水只小便队船又搁先去船旁，但是无耍偌济，无耍偌远。12月23拜五。早起温和的天气，要到中昼的时阵，迄只小便队船 Devink 号转来即个停船处停船，然后因对遐来起山。队长 John Van Aldorp 先生向阮报告讲，伊带领上水迄只小便队船去到预定的所在。但是因为海涌真大吼，无人无法度起山，看见遐真侪新仔人，伊认为讲用遮尔细兵力到遐嘛袂当有所作为吼，所以伫转来处队途中，抢着一只因的舢板甲一个人，并且派人伫迄只舢板来监视看守，因为方向多变，拖伫因迄只船后面航行的即只舢板煞变去吼，然后并入去海底。因此，迄个看守的人也不幸操去，不幸的死去啦吼，应该是死去的意思。下晡，即个城堡福尔摩沙议会召开会议，会中决定的事项会当对阮的决记录今仔日的日期详细看到。暗时又搁开始透强风，暗暝风愈来愈强，无啥物大条代志啦吼。12月24拜六，早起风力略啊减弱，暗时啊伫外面放哨一个骑兵伫迄个新仔石的即个防务工事边啊，跍落来你应该是放屎啦，跍落来要你放屎的时阵呢，伊的迄只马则家己松开吼。含马鞍吼，姜筋啊，就是迄个锁啊吼，含即个手枪吼，沿着海边啊行去洋条吼，马家己行去迄边吼。早起5方的人看见迄匹出走的马伫咧洋条头前，连马都已经去捣毁去吼。就像伊离开的时阵的小箱吼，伫咧洋条遐。被绑伫迄个篱笆的边啊，大概敌人咧想讲5方的人会勇敢的去甲迄只马甲伊带转来。迄时因真侪人就会当出来攻击5方的人，因为安尼做太冒险，所以就决定互迄只马留踮遐。尾仔嘛，风又搁增强起来，大船 Northern 号，Northern 号迄只大小船。歹势吼，尾仔嘛，风又搁增强起来，大船 Northern 号迄只
大诶小船，安尼反正我看无啦，啥物叫大诶小船哦？载着17个人要对岸边去迄个停船厝诶时阵，伫个港岛内被大鹰拍扁去吼，船冰船后10个人都死吼，其他诶人去寡船只遐得着救。迄寡尸体甲迄只小船飘去遐，飘去倒位，阮无法度看着吼。即寡不幸都死诶人当中，有做过小皮船 Turbo 号诶船长 John Claus。含上水只 Northern 号诶普技员 Cliston， 10月25礼拜，圣诞节哦，12月25吼，圣诞节，良好诶天气。今仔日伫厝地教会呢，庆祝纪念阮诶救主耶稣基督，为了要赎清阮诶罪过、受苦、到死而降生诶神圣节日。约落伫中昼诶时阵，阮派50个人加上8个骑兵，伫中尉 Barents 诶监督之下，去海边仔查看有渡水诶人诶尸体飘来伫遐无。但是因报告讲，拢无看到尸体，也无看到任何人伫遐，只有看到一阵敌人诶士兵伫洋条摕起因诶武器，准备要作战。因开始掠准阮是要去攻击因诶。迄只小皮船 Devin 号也为着即个目的去沿着即个海边仔航行。伫下要暗嘛转来，因诶报告含头前诶报告相像，拢无看到任何敌人，无看到任何诶尸体，或者是看到人。好，今日读到圣诞节，然后剩1分钟啦，我袂去读啦吼。虽然讲拢倒倒也无定去读5分钟啊，今年就读煞吼，但是袂要紧。咱明仔载继续读啦吼，应该会当甲1661年读了吼。好，我看卖啊。好，台湾会役探险团哦，其实毋然吼，我看足侪图吼，足侪网站，即马资料愈来愈侪吼，荷兰时代的即个资料愈来愈侪，你看足侪地图，你较早拢看袂到的，然后即马伫咧即个荷兰遐，应该伫咧即个啥，伊个档案内底应该拢看得足侪图吼。芭比做一寡笔记，我看嘛，郁金香，咱遐城就是即马地名安平古堡伫咧台南市安平区建伫1624年吼。OK，tulip tulip 花，有人安尼讲，就是翻译吼，而且是李坤华教授伊翻的那个 tulip 花吼 ，tulip。杨荷花 ，OK， 杨荷花或者是 tulip 花，或者是我拄则直接发了郁金香。好，安尼今仔日咱读到遮啦吼，明仔载再过来继续吼。好，感谢，我来关房啦吼。好，多谢阿管，多谢大家。好。